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新竹县，今仔日增加5例确诊的个案，大部分拢是进前这个确诊个案的接触者。县长杨文科嘛，甲确诊者去过所在，甲这个疫调的资料，透过线顶的记者会对外来说明。其中4位是本国籍人士，1位是外国籍人士。本府卫生局接获个案阳性确诊通知以后，都已经安排救护车后送至医院隔离治疗。那第1例及第2例是案6756及案6757，分别是80多岁的男性以及60多岁的男性，居住在竹北市。这2位与昨天确诊个案6099是同一机构内的同房室友。昨天2人被匡列为接触者后进行隔离及采检，于5月26日 PCR 检验结果阳性确诊。那第3例是案6758，是印尼籍20多岁的女性，居住在竹北市。2017年8月28日自印尼入境后，受雇于机构担任清洁工至今，居住在机构的员工宿舍。当案6099确诊后，被匡列为接触者隔离及采检。5月26日 PCR 检验结果阳性确诊。确诊者的案例持续增加，为避免社区感染，我在此宣布，除了现有的3处自费快筛站，包括竹北大安医院、湖口仁慈医院、北龙新竹医院等以外的，本府将在竹北市卫生所再增设1处免费筛检站，并动员本县医师公会50名的医生轮班采检。这座筛检站兼具快筛与 PCR 的筛检。当检验民众快筛结果为阳性后，可立即进行 PCR 的采检。凡涉及本县有症状及接触活动史的民众，就可以预约采检。